沙嘅朋友，你哋好啊！今日好高興邀請到第72屆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路車挑戰賽嘅冠軍 Silva 過嚟同我哋一齊傾偈。問下你啦，你係幾時開始接觸賽車㗎？其實我第一次接觸賽車係應該係2024年嘅年中，就將自己架車申請咗港車北上，就上咗去國內嘅肇慶賽車場，就參加咗 Track Day 王嘅 Track Day， 就第一次正式接觸咗賽道同埋賽車呢一樣嘢。到真正落場賽車就係要去到24年嘅10月，第一次參加珠海賽車場嘅賽道英雄，真正第一次賽車啦。咁第一次係咪好緊張啊？哇！第一次就真係緊張咯。對於第一次參加嘅人嚟講係真係，我落到去我真係驚腳震嘅，真係落到去係一嚿雲咁樣落去㗎，真係乜都唔知，對講機講乜就做乜咯。咁你25年就參加澳門嗰個格蘭披治大賽啦。咁你嗰陣係咪就真係有練車呢？即係啱啱過去咗25年嘅呢個澳門格蘭披治就真係有練車嘅。